說運伊犁南兵奇遠，雙飛8日，赴西域冰封仙境之約。當雪運高原退去喧囂，伊犁變化作被冰雪偏愛的秘境。這場雙飛8日之旅，將高原冰湖、南冰奇觀、森林雪原、民族人民、雪山溫泉5大核心體驗串聯，無一處重複，讓你沉浸式解鎖西活冬日的極致浪漫。自然奇觀是旅途的重頭戲，賽里木湖的藍冰如寶石鑲嵌大地，冰泡泡藏着湖水的私語。日出神武中，橘紅光雲與藍冰交輝，隨手一拍便是大片，天山天池化作天空之鏡。博格達峰覆雪閃耀，雲杉林掛滿霧凇，聖潔得不可方物。那拉提的雪原是撒野聖地，騎馬踏雪聽樂之聲響，雪地摩托狂奔，馬拉爬犁滑行，在銀白世界裏釋放熱血。天鵝湖未封的湖面倒影霧凇，白天鵝悠然游弋，宛如闖入童話仙境，人文風情更添韻味。卡贊奇的藍色街巷裏，乘坐鋪着鮮豔地毯的馬車，聽維吾爾族大叔講述老城故事，馬蹄踏踏聲穿越時光。特克斯八卦城登臨太極壇，8條主幹道輻射八方，感受無紅綠燈城市的古老智慧。阿克塔斯姑娘峰的哈薩克煎房裏，東北拉琴聲悠揚，親手製作奶製品，學習趕煎技藝，品味地道游牧美食。新疆國際大巴扎的聲色氣味交織，多民族文化在此碰撞。野馬古生態園中，近距離互動汗血寶馬，探訪歸化木林與隕石群，觸摸絲路文明印記，專享體驗拉滿舒適度，4人即可成團的思想定製，搭配豪華7座頭等艙與雪地專用裝備，持證導遊全程講解。3晚攜程5鑽酒店，溫泉住宿，賽里木湖景區住宿隨心住，12頓特色美食不重樣，手撕椒麻雞、沙灣大盤雞、手抓飯等地道風味輪番投餵，更有無人機航拍記錄美好。贈送2段粒隨車零食、暖水瓶等貼心配置，隨時補給。當雪花飄落時，泡在40攝氏度天賜溫泉中，冰雪大廟會裏，紅燈籠與冰雕相映，墨西來虎舞蹈跳出熱鬧連續。從香港直飛烏魯木齊，全程輕鬆便捷，8日時光，讓伊犁的雪、藍冰的靜、民族的暖，成為你冬日最難忘的記憶。即刻出發，赴這場冰封西域的浪漫之約。